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athy。之前有觀眾留言俾我，話好想聽我講多啲同愛情有關嘅題目，所以今集嘅影片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下，到底點解我哋成日都會遇到渣男，同埋有啲乜嘢解決嘅方法。如果你喜歡聽呢一類型嘅內容，請你喺我呢一條影片下方俾我一個讚好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最緊要喺下低留言位置話俾我聽，下次想聽乜嘢題目，咁我就會拍俾你睇嘅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講落去啦。唔知你有冇遇過咁樣嘅對象呢？一開始認識你已經對你非常之熱情，每一日 send 好多信息俾你，亦都好關心你嘅生活，時不時都問你今日凍咗，有冇着夠衫啊？你食咗嘢未啊？又成日讚你，可能好快就同你講我好中意你，我覺得你係一個好特別嘅人。一開始可能你都唔係咁中意佢，但係時間耐咗，你慢慢俾佢感動，到你開始對佢付出感情嘅時候，呢個人又開始變得冷淡，跟住你問佢點解你呢排少咗搵我，佢就會同你講因為我呢排好忙。如果你有以上呢個模式嘅話，你可以問一問自己，到底你童年嘅時候有冇經歷過父母離異，或者其中一方經常都唔喺你身邊？有時呢，未必係講緊父母離婚，可能係阿爸或者阿媽經常都要出去做嘢，唔得閒理你啦，留低你自己一個人喺屋企。呢啲所有嘅經歷呢，都會讓到你潛意識種下係要好努力先至可以得到嘅。因為有一啲小朋友呢，當佢父母唔得閒理佢嘅時候，佢可能就會好努力咁樣自己一個人喺度讀書啦。而當佢讀書成績好俾父母睇嘅時候，父母就會讚佢。呢個時候你嘅潛意識就會覺得，只要我表現好嘅時候，爸爸媽媽先會留意到我。而到你大個咗之後呢，你亦都會同樣好吸引到一啲同你父母好相似嘅對象，就係平時唔多理你嘅，但係當你表現好嘅時候呢，佢就會讚你。所以你會發覺點解好多時啲渣男都係嘅，佢好長時間唔理你啦，但係佢一理你嘅時候呢，你就會覺得非常之高興。咁點解我哋會咁犯賤呢？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嘅潛意識呢係好中意一啲好熟悉嘅嘢嘅，即係關於金錢上都係啦。我哋習慣咗窮，我哋就會有錢呢覺得好唔聚財嘅。而感情上都一樣，我哋習慣咗不被愛，習慣咗冷漠，但係我哋內心又好渴望愛。咁呢個時候你就會吸引到一啲對你忽冷忽熱啦，經常消失啦，讓到你懷疑佢係咪愛你嘅對象。而另外一種渣男嘅特徵就係當你同呢個人一齊之後，你發現自己變得越嚟越冇自信，因為佢經常都會批評你，但係佢唔係純粹批評你，佢嘅批評入面有時係包括讚美同埋好似關心緊你咁。例如佢可能會同你講，你個樣唔化妝好似好病，不如你化下妝啦。又或者讚你，咦，你今日着得幾好睇，如果你瘦啲就更加好啦，等等呢一類嘅說話。你同佢一齊耐咗，你開始會慢慢去介意自己嘅外形啦、衣着啦，經常會去諗，咦，我到底咁樣着佢中唔中意呢？我咁樣化妝佢覺得靚唔靚呢？你經常都要處於一個討好對方嘅狀態。當你決心要離開呢一段關係嘅時候，佢又可能會扮可憐啦，令到你覺得自己好狠心啦，又或者佢亦都會同樣講一啲批評你嘅說話去打擊你，例如係你唔同我一齊，冇第二個人對你咁好噶啦，你同我分咗手，你點樣去揾第二個？你會發覺呢個男人呢，經常都操控住你嘅一切，掌管住你嘅情緒。而點解你會遇到一個咁樣嘅對象？你可以諗翻細個嘅時候，係咪經常都俾父母掌控你嘅一切，包括係你嘅交友啦，佢唔俾你去認識某一啲朋友，例如會話佢小明成績咁差，你唔好群埋去玩啦。又或者女仔夜晚唔應該出街嘅，應該幾多點鐘之前翻屋企嘅。連你讀書揀咩科，可能你明明係中意文科，但係佢就要逼你讀理科，因為讀理科前途好啲。明明你係唔中意玩音樂，唔中意彈琴，但係佢就覺得因為彈琴有高啲嘅分數，所以就逼你去學彈琴。你可以諗翻自己嘅童年係咪都係經常受掣肘，被人掌管一切？如果係嘅話，你第時大個咗，你就會吸引到一啲同樣控制你嘅另一半。咁而另外有一類男士呢，你同佢一齊之後，你會感覺到自己係全世界最重要嘅人，但係你同佢一齊會越嚟越攰嘅。咁呢類男士嘅特徵就係佢嘅生活係一團糟，永遠都有解決唔到嘅問題嘅。例如喺金錢上面，佢成日都會同你講，哎呀，我啲生意周轉唔到啊，我又蝕咗錢啊，你可唔可以借住啲錢俾我頂住先啊？又或者同你講，哎呀，我又俾人炒咗啦，份工都做唔長。每一次佢都會去賴其他人，例如係公司好
衰啊，老細係針對我啊，自己永遠都唔會有問題。你同佢一齊之後，你就覺得自己我經常都要幫佢啊，要去拯救佢啊，經常要去負責佢整個嘅人生啊。而點解你會吸引到呢一類型嘅對象呢？可能係因為你細個嘅時候呢，都係扮演緊一個類似嘅角色嘅。例如可能你係一個大家姐啦，你經常都要負責照顧細佬妹，屋企人出咗去返工揾錢嘅時候，屋企就係得你去照顧佢哋。每一次父母出門口嘅時候，都同你講，你記得睇住細佬妹啊。又或者咧，屋企咧有好多家務都係你做嘅，可能煮飯、洗衫等等，所有小朋友少做嘅嘢咧，都會由你嚟承擔。咁所以變咗細個嘅時候咧，你已經好習慣做一個小大人嘅角色。到你大個咗之後，對住呢一類型嘅男士，你都會覺得我需要去拯救佢，我需要去幫助佢嘅人生。因為我哋嘅大腦咧，其實係好熟悉我哋過往所有嘅經歷。你細個嘅時候係一個點樣嘅人，你大個咗之後咧，你就會發覺，喂，好熟悉呢樣嘢，咁我就繼續去做啦。咁頭先我哋講咗唔同類型嘅渣男啦，我哋而家總括一次啦，只要你嘅對象讓到你感受到忽冷忽熱、不負責任、貶低你、控制你、情緒勒索你呢一類型嘅人呢，你就要好小心。當然啦，最重要嘅一個問題係大家需要問自己，你喺呢一段關係入面，到底你真係感受到快樂、幸福，定係經常都感到焦慮同埋擔憂呢？呢一個係一個最明確嘅答案，話俾你聽，你係咪應該要離開呢一段關係？當然啦，我知道10個有9個女仔都話離開呢個關係我仲未做到啊，我仲係會成日喺度等佢嘅信息啊，仲係會成日睇佢 IG story 啊，我戒唔甩啊。如果你戒唔甩嘅時候，你可以點做呢？因為我自己呢，其實都曾經遇上過頭先我同你哋講嘅對象嘅。咁當時我嘅做法呢，一樣都係戒唔甩嘅。但係我就做咗以下嘅行為，即係當自己係一件實驗品一樣。咁我去睇下到底點解我會吸引到一啲咁樣嘅對象。咁個因就係好似頭先我同大家講原來我細個呢曾經發生過咁樣嘅事，讓到我吸引到呢一類型嘅對象。因為我自己嘅例子呢，就係我細個嘅時候呢，因為爸爸同埋媽媽呢已經係離咗婚，咁所以我同樣都係好習慣一啲對我忽冷忽熱，好耐都唔理我，得閒先翻嚟睇下我嘅對象。咁當我意會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呢，其實我已經話到俾自己聽原來我係因為咁樣，所以我先至會中意一個咁樣嘅人。你係 aware 到覺察到呢一樣嘢呢，其實基本上你依賴呢個人嘅情緒呢已經會降低好多。所以第一步我就係建議大家呢，首先要去覺察，同埋當自己係一件實驗品咁樣嘅角色，好似第三者咁去研究一下，到底點解你會有咁嘅問題？越研究得多呢，你會發現自己越係清醒嘅。第二樣嘢就係我想大家呢，將呢一啲人啦對你講過嘅所有批評你嘅說話啦，又或者你自己內心覺得你得唔到好姻緣嘅原因呢，全部寫晒出嚟。例如你可以寫話，因為我覺得我太老啦，冇人中意啦，因為我覺得我唔夠 funny 啦，因為有好多女仔都覺得自己唔夠有趣，所以嗰啲約會對象唔喜歡佢啦。總之所有你諗到你自己同埋人哋對你嘅批評，你寫晒出嚟。寫完之後呢，你就再逐點去擊破佢。擊破方法呢有好多種嘅，你可以去問你身邊最親近嘅朋友嘅意見啦，睇下你係咪真係一個咁樣嘅人啦。又或者好似我有一個學生呢，佢曾經試過覺得自己年紀大啦，揾唔到一啲好嘅對象，但係當佢真係出去有一啲交友公司嘅時候呢，佢發現好快呢就有3個男士 approach 佢，咁佢咪破咗佢呢一個限制性信念咯。所以寫晒你覺得嘅原因出嚟，再逐點去擊破佢。最後最重要嘅一點，當然係要遠離同埋減少同呢個人接觸啦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呢一刻你想戒毒，但係你身處喺一個製毒工場裏面，咁你又點可以戒到毒呢？當然好似頭先我所講，大家我都知你哋好難戒噶啦。咁最好嘅方法就係你可以增加你做其他事情嘅比例，咁你自然就會減少同佢接觸。我好建議大家呢，真係可以去試下過一個人嘅旅行，因為你同一班朋友一齊之後呢，可能你會發覺我一班朋友一齊玩完一輪，跟住翻到香港呢，你又係得翻。但係當你一個人去旅行嘅時候呢，沿途上你會遇到好多唔同嘅人啦，有好多唔同嘅體驗啦，你亦都會有好多思考嘅空間。你會感受到原來個世界係好大噶，有好多唔同嘅人，好多唔同嘅體驗，真係冇必要為咗一個唔愛你啦、唔值得嘅人去浪費你嘅時間。咁所以頭先講咗咁多，如果大家喜歡我今集嘅影片呢，請你記得一定要俾我一個讚好，話俾我聽，我日後可以拍更加多類似嘅題材。如果你有其他關於戀愛上面嘅問題，不妨喺下低留言問我。我哋下次再傾啦，拜拜。